如果你覺得謙虛係一種美德，你可能已經親手殺死咗自己嘅前途。好多人俾人讚嘅時候，哇，你做得好好啊，你做得好正啊，跟住第一個反應就係普通啦。真相係呢啲唔係謙虛，係內心資格不足。你不停咁樣喺度否認緊啲讚美，然之後同自己潛意識講我唔值得咁好嘅，咁樣落去你只會畏首畏尾。有機會嚟到你都唔敢拎，甚至乎會吸引一啲專門揾你笨嘅人，然之後走嚟蝦你。因為你自己都唔肯定自己，其實你只需要鍛鍊你自己神一般嘅心態，學識講多謝。人哋讚你嘅時間，望住佢雙眼，講一聲多謝。第二，每日肯定法，臨瞓之前同自己講今日我做得3樣最好嘅嘢係啲乜嘢，然之後寫低佢。第三，接受不完美，話俾自己聽我係唔完美㗎啦，但係我值得被愛。你要鍛鍊嘅唔係技能，而係對美好事物嘅承接能力。信我，你絕對值得擁有一切最好嘅事情喺你身上發生。